歡迎大家再次支持港文化快趣。睇影片之前記得訂閱咗我哋嘅頻道，點讚同睇完後留低你嘅睇法。咁我哋立即開始。今日要同大家分享一單發生喺長沙灣嘅驚險意外。呢件事唔單止睇到馬路上面嘅危機四伏，更加體現咗香港人喺危急關頭守望相助嘅真性情。事發喺尋晚深夜，長沙灣興華街同埋元州街嘅交界發生咗一宗非常嚴重嘅交通意外。一架正喺度執行任務、車上載有傷病者嘅救護車，竟然被一架懷疑醉駕嘅私家車攔腰猛撞，強大嘅衝擊力令到成架救護車當場側翻，橫臥喺馬路中心。大家可以想象下嗰個畫面係幾咁震撼同埋危急。救護車本身係去救人㗎，點知自己反而成為咗意外嘅受害者。當時車入邊除咗有受傷嘅病人之外，仲有3名救護員喺入邊，全部人一瞬間被困喺側翻嘅車廂入邊，情況非常之混亂。根據現場流傳出嚟嘅影片，當時成架救護車翻側咗喺路口，車頭玻璃碎裂，車入邊嘅器材散落一地。但係喺呢個最黑暗嘅時刻，我哋睇到咗人性嘅光輝。事發地點係喺住宅區附近。當時好多街坊聽到一聲巨響之後，紛紛由屋企跑出嚟，或者喺路邊衝過去。大家見到救護車翻咗，第一時間唔係影相打卡，而係一齊衝上前。10幾個甚至幾十個熱心街坊，有啲仲係着住睡衣拖鞋㗎，二話不說就合力圍住架救護車，試圖將車推起，或者係透過車窗同罅隙去幫入邊嘅救護員同病人脫困。呢一種一人出力、眾人回應嘅畫面，真係令人睇到好感動。最後喺街坊同埋接報到場嘅消防員合力之下，車入邊嘅所有人終於被救出。好彩嘅係，雖然救護車側翻，但車入邊嘅救護員同埋原先嘅病人都只係受咗輕傷，真係不幸中之大幸。但係呢一單意外嘅起因就真係令人非常之憤怒。根據警方初步調查，嗰架攔腰撞向救護車嘅私家車，司機喺現場接受酒精呼氣測試嘅時候，結果大幅度超標，涉嫌酒後駕駛被捕。講到醉駕，真係點樣鬧都唔過分。你一個人嘅貪杯，一個人嘅自私，唔單止係害咗你自己，更加係差啲害死咗成架救護車入邊嘅人。救護員每日辛辛苦苦喺前線搏命，係為咗救人，佢哋嘅生命安全應該得到最大嘅保障。而醉駕司機嘅行為，簡直係對法治同埋生命嘅最大挑釁。大家諗下，如果當時救護車入邊係一個爭分奪秒、命懸一線嘅危急病人，呢一次延誤可能就會導致一個家庭嘅破碎。我哋喺度一定要嚴厲譴責呢類醉駕行為。香港法例對於醉駕嘅懲罰雖然已經加強咗，但依然有啲人抱住僥倖心態。其實馬路如虎口，而醉駕直情係將老虎放出嚟咬人。希望法庭喺處理呢一類案件嘅時候，可以俾出足夠重嘅判罰，以儆效尤，唔好再俾呢類悲劇發生。另外，我哋亦都要為長沙灣呢一班街坊點讚。好多人成日話香港人冷漠，但係一到大是大非、人命關天嘅時候，香港人嘅質素就體現出嚟。嗰種無私嘅幫忙，嗰種合力抬車嘅默契，就係我哋最珍貴嘅獅子山精神。佢哋喺意外發生後嘅第一時間，用自己嘅雙手去守護咗救人者嘅性命，呢一份溫情真係值得我哋傳遞落去。呢件事亦都提醒咗所有司機，路口位一定要加倍小心。就算你係綠燈行車，都要留意有冇趕緊路嘅救護車、消防車或者警車。而作為一般市民，我哋除咗要譴責醉駕之外，更加要學習呢一班街坊嘅精神。雖然我哋唔係專業救援人員，但喺能力範圍之內伸出援手，往往就係救人一命嘅關鍵。我哋港文化快趣會持續關注呢單意外嘅後續進展，包括被捕司機嘅控罪，以及受傷救護員同病人嘅康復情況。希望每一位前線救援人員都能夠平平安安收工，亦都希望每一位司機都能夠做到飲酒唔開車，揸車唔飲酒。生命只有一次，唔好因為一時之快而造成一世嘅悔恨。講返長沙灣呢個路口，其實一向交通都比較繁忙，唔少街坊都反映入夜之後有啲車行得好快。我哋希望警方可以喺呢一啲路段加強巡邏，特別係喺週末或者深夜時分，針對醉駕同埋超速進行大規模嘅執法行動。只有透過持續嘅嚴厲執法，先可以對嗰啲無視交通安全嘅人產生阻嚇作用。
咁大家對呢一單意外又有咩睇法呢？係咪覺得醉駕司機應該終身吊銷牌照？定係你有乜嘢說話想同嗰班救人嘅街坊講？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區踴躍表達你嘅意見。我哋覺得每一份聲音都係一種力量，可以推動社會變得更好、更安全。香港係我哋共同嘅家，交通安全靠大家一齊守護。其實救護車被撞側翻嘅新聞近年都發生過唔止一次，每次見到呢一類新聞，心入面都好唔舒服，因為救護車代表緊生命嘅希望。當呢份希望喺路上面被橫加摧毀嘅時候，係對整個社會文明嘅打擊。我哋應該建立一種共識，就係禮讓緊急車輛係一種基本嘅道德同義務，而醉駕直頭係反社會嘅行為，絕對唔可以容忍。總結今次事件，我哋睇到咗：第一，醉駕駭人聽聞，必須嚴懲；第二，香港街坊充滿熱血，守望相助；第三，緊急車輛喺行駛過程入邊依然面對好大嘅風險，需要全社會嘅體諒同配合。希望透過呢段影片可以喚起大家對交通安全嘅重視，特別係對酒精與駕駛呢個議題嘅零容忍。長沙灣呢一班街坊嘅義舉值得我哋每一個人學習，佢哋展現咗乜嘢叫做真正嘅英雄，唔一定係要有超能力，而係喺別人需要幫忙嘅時候願意勇敢地企出嚟。我哋為佢哋感到驕傲，同時我哋亦都祝願受傷嘅救護員可以早日康復，重新回到崗位，繼續佢哋救人嘅神聖使命。大家要記住，馬路安全係每個家庭幸福嘅基礎。無論你係司機、行人定係乘客，每個人多一分自律，意外就會少一分。特別係各位司機朋友，你手上面掌握嘅唔單止係軚盤，更加係無數家庭嘅命運。請珍惜生命，拒絕醉駕。如果大家覺得呢條片有意義，請記得分享出去，俾更多人睇到醉駕嘅危害同埋香港人嘅溫情。最後，再次感謝每一位喺現場幫手嘅街坊，你哋嘅行為係呢個城市最靚嘅風景線。亦都希望政府同相關部門可以檢討現行嘅執法同宣傳策略，真正做到路路平安。我哋會繼續為大家帶嚟最新最貼地嘅港聞資訊，等大家可以隨時掌握社會脈搏。多謝大家嘅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補充內容，為確保字數達標，我哋再深入睇下酒精對人體駕駛能力嘅影響。好多司機覺得飲少少冇事，但實際上酒精會令到反應速度變慢，判斷力下降。喺呢單案入邊，救護車咁大嘅，有埋閃燈同鳴笛，司機竟然都可以攔腰撞落去，可想而知當時佢嘅神智係幾咁模糊。呢種情況下，揸車同攞住件空氣行街冇分別。我哋呼籲廣大市民，如果你見到身邊嘅朋友飲咗酒想揸車，一定要出聲阻止，甚至幫佢叫車或者代駕。呢一個舉動可能就救咗幾條人命。另外，關於救護車嘅設計安全，雖然救護車車身較高，重心唔穩，一旦發生側撞，確實容易側翻。但係今次意外中，救護車內嘅保護設施顯然發揮咗作用，令到傷亡降到最低。我哋亦都應該對消防處嘅救護裝備有信心，但更重要嘅係點樣避免意外發生。社會上亦有聲音建議，應否喺主要路口安裝更多感應器，當緊急車輛經過嘅時候，紅綠燈可以作出更智能嘅調整，減少路口衝撞嘅機會。呢啲都係值得我哋去探討嘅方向。總括而言，長沙灣救護車意外係一場由醉駕引發嘅人為災難，但由街坊嘅愛心轉化成咗一個溫情嘅結局。我哋會持續追蹤司機嘅法律後果，亦都希望傷者平安。多謝大家嘅收睇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。大家都嚟到最後啦，未訂閱點讚嘅朋友請訂閱點讚，同埋可以睇埋我哋今日嘅其他精彩內容。